送过平安，这是这礼拜书会的流程。伫遮先互你通做练习甲参考。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有法有灵敏，有稳定，无快快受气，佮有丰盛的主爱。咱也认家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三甲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有丰盛的稳定甲灵敏，互阮通得你的保守甲看顾。我要献上阮的恶乐甲感谢。主啊，恳求你即时也帮助阮，用认罪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对你甲对人的辜负亏欠，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得到清气，也甲你恢复好好的关系。主啊，即时阮也要为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互新冠肺炎病毒、非洲猪瘟病毒无侵了台湾，互阮的百姓知影，无为家己的利益来损害国家的利益，也通伫你的固守保护下，有生命的安全甲平安。即时阮也要为阿富汗这个国家来祈祷，求主保护甲看顾当地人民，特别是遐当地基督徒，互因的生命得保守甲平安，互因伫艰难中悠然坚心来倚靠你。即时阮要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恳求你找圣神甲阮三个伫地，互阮会通对你来得到更新的快乐甲活命，也伫所行顶面来荣光你的名。祈祷恳求感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个祈祷是互你参考，你嘛会使另外家己写祈祷文，但是祈祷的内容大概就是爱包括感谢、懊恼、甲认罪作为主体，大祷是基础的。三甲来交托启文37篇，也就是箴言23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启文37篇，箴言23章。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欣羡歹人，着不是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愿望，你的愿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要真理，毋通卖，嘛着要智慧、教示、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为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刷接三甲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PPT 这个部分有错误吼，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真实，所以我就无搁囥吼。请你家己练习。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05首。我的心心里有主啊，不容放下主兄弟，我的主是我的兄弟，无从做的定的，我专的主。
圣诗唱了后，咱就是要读圣经吼。因为咱用新版的圣经所以咱而家会继续吼。三甲来讲授一段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7章20到28节。希伯来书7章20到28节。搁即个5万有经过宣誓，利未系统的祭司无经过宣誓，只有即位耶稣做祭司的时有经过宣誓。伊的上帝对伊讲：主有宣誓，袂改变心意，你永远做祭司。就是因为安尼，耶稣诚做搁较好的约的保证。利未系统的祭司有真济。因为死的阻碍，因袂当继续做，只有耶稣免死，毋免将祭司只有耶稣毋免将祭司职交互别人，因为伊永远活着。安尼，通过伊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伊会当救因到底，因为伊永远活着，在替因祈祷。即款大祭司拄拄合咱的需要，伊圣洁、无邪恶、无拉残，对罪人中受分别出来，高升到比天较悬。伊无需要亲像其他的大祭司，逐日着先为着家己，后来为着人民的罪献祭。伊献本身做祭，一遍就完成。摩西律法人民无完全的人做大祭司，毋过有律法以后，上帝用宣誓人民伊的囝永远做完全的大祭司。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话佮尊重的人。正道，即是要请本堂的林牧师来正道。伊正道的题目叫做“永远长存”。权贵诸天的大祭司，咱将时间交予伊。好，讲到完了吼。三甲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24首，请问你甘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奉献即时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请咱的兄弟伫礼拜前也是礼拜后，将奉献直接放伫后面的奉献箱。伫线顶的礼拜兄弟咱嘛会通用教会的 QR code 来刷卡奉献，也是伫周间摕来教会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咱由原起立来吟祝福车恳的诗，圣诗394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礼拜主要的程序就到这里其他的部分后面就是我会负责再接手再请你用一点的时间先做好准备以上愿上帝祝福你。